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树木的味，沙白鱼干哪会这么香？熟悉的香味，引阮想起向时仔的过去。较早想在入喙的滋味啊，就是这个味。头壳内是树木，阁有满腹的怀念。这么多年来，不管是伫身躯边洗来转去的味，拍打的沙白鱼，有咱放袂落的记忆，树木的滋味，怀念的气味，互阮对你找找思念的伊，芳果水的记忆，永远对伫咱身躯边。千万唔通互这个味渐渐消失去，渐渐消失走无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故事第38集，分享的是台南的刘惠荣老师所带来树木的味。为什么这个滋味会遐尼啊使人怀念？所以去，咱邀请惠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其实，咧写这首诗的时阵，我是拄好去台江一个活动，就看到有人咧做迄种渔业竿，啥会叫做渔业竿？就是咱甲迄种因咧做阮人迄若鱼仔咧大咧丰收的时阵，有当时若反啊无跳去，这鱼仔要安怎？所以因着用盐，着用盐，甲鱼仔落落来，甲生生的，甲纳一个日，纳日哦，毋是晒日哦，但是伊拢讲着爱晒干。毋过即个晒干即个词对因来讲，毋是真正晒干，伊只是甲纳一个日，因为你若伤干了后，这沙白鱼会歹食。我讲是咱恁讲着爱晒干，煞是纳日，拄好看阮大家，伊就甲我教过。阮算讲，阮有卖鱼啊，鱼啊迄若现捞的鱼啊，你若冷冻库并无好势，伊就会过捞，过捞就是不新鲜了。你若现捞的鱼啊，你若安尼青青，较紧用盐，甲生生的，小看安尼甲白色安尼有日头哦，安尼差不多那1-2点钟，较紧收入来，安尼伊就会当放足久。这沙白鱼干呢，伊是一种。咱较早古早的时阵咧食的，人讲的迄种的怀念的滋味，就是安那。咱即摆人拢无咧食迄种生的物件嘛，迄样时的人足捡拾啊。迄物件伊就是安那，当咧大出的时阵，因就甲收藏起来。收藏起来的时阵，即要安那来甲煮。迄沙白鱼干安那甲煮迄3煎仔肉，3煎仔肉放一个豆干糋，迄挺好食几粒碗饭。所以阮大家迄阵就甲我讲迄咱人有的时阵爱想着无人食的时阵爱捡拾。所以即个沙白鱼干咧，我咧写这首诗的时阵，就是阮大家咧甲我讲着，伊足怀念阮阿嬷，就是伊的老母。爱着讲我若见食着沙白鱼干，就想着恁阿嬷。恁阿嬷讲的讲即个味袂使去走进去，迄若拍了伤干迄就拗芳去迄就无法度会当有即种的思念。所以迄阵这首诗是为着阮大家所写的，因为伊就是咧讲伊怀念阮阿嬷。所以这首沙白鱼干等于我在帮我的婆婆写着她怀念妈妈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内底就是这个味就是这个因为这一个
这一种味道吼，这种味啊，咱台语袂讲吼，这种味，咱会讲这个味吼，这个人吼，啊，这就是量词吼，就是量词，就是这一个的个啊，我用的字就是吼，迄咱的人吼，人啊下底一位。吼，啊，咱用迄个华语咧拍，就是哥哥的哥，吼，我用这里，吼，啊，伊是单位，就是量词，伊之外，伊都会当吼，安尼指讲某一个人，哦，这个人，吼，哎，这个，吼，这个虾米，它除了是量词，它还可以指说，哦，这个人，这个物件，吼，啊，所以讲我得用这字，吼，啊，来，搁有遮侪年来，吼，可能遮你侪年，吼，遮你，吼，这么，吼，我就用。遮住的遮，吼，这里尔，哦，尔虞我诈，吼，迄里尔，吼，啊，若讲的拍打，吼，我就用曝晒的曝，吼，曝晒的曝，它就是有晒，吼，晒干的意思。啊，焦，吼，搭东西烧焦了嘛，它才会有干。啊，糟锤，吼，燥，其实咱在讲糟锤，吼，燥，它就是有动作，有比较快的跑动。啊，锤呢，我就是用提手旁，哈。然后就是那端，好啊，我们打字的话也是用揣字。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惠阳老师所带来树木的味，内面所描写的沙目鱼，是咱台南的名产，也是真侪老台南人上熟悉的滋味。选入去，咱来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欣昌老师来跟咱分享沙目鱼干这项料理。这首树木的味哈，敢若看到这种的这个诗的题目，咱就去想到流行歌内底洪一峰所唱过、叶俊麟所写的树木的人。啊，伊这首诗主要是咧写沙目鱼。而且这个沙目鱼呢，跟咱一般伫台南咧讲的沙目鱼啊，咧做早顿的沙目鱼，佮无啥共款啊。像阮伫这个台南市哈，伫遮已经生活40外冬啊，这个所在哈，倒一间咧卖沙目鱼的店啊，大家拢会当啊拍分数，倒一间上好哈，等等。伊遮要写的哈，毋是一般的沙目鱼肚。啊，迄种诶，敢若足清汤安尼吼，啊，敢若放一寡即个吼做姜丝迄啦尔吼，伊这是沙目鱼干，啊，是沙目鱼干。一般来讲吼，若无机会像较罕去食到即种物件。啊，咱定定咧讲，青椒都无够啊，佫有通佫拍干，吼，咱定定是安尼咧讲。较古早较困苦诶迄个年糕吼，是有即种情形无毋对。啊，但是呢，有一寡伊就专工要来甲拍干的，而且呢，就是讲拍干有拍干伊的无共款的即个滋味，安尼就对吼。因咱知影吼，沙目鱼是爱开迄个温暖的所在嘛吼。啊，一般来到即个叫做过冬的时阵，伊定定就会冻袂掉，伤寒。啊，所以这沙目鱼是吼足惊寒的对。啊，过冬的即个沙目鱼吼，定定拢是啥？你若到一个温度伤过低的时阵哦，毋若冻伤，伊佫会冻死。所以定定拢会规个水面拢浮啊，全迄个叫做沙目鱼的即个尸体安尼。迄若已经是死去，当然就等觉啦吼。啊，但是拄啊冻到到一阵昏去的，当伫咧半浮沉的迄种的吼，因跩即个饲沙目鱼的人，就较紧甲捡起来。好捡的云啊，捡咧足多的就对了吼。啊，马上入去冰箱，甲冰起，敢若无事，敢若是敢若昏去那尔，毋是死去啊。所以伊还佫活活的安尼就对，啊是甲放咱冰箱，敢若甲冰冻起来安尼那尔，啊再佫摕出来处理，啊开始破冰，啊用一支迄箸啊，啥物迄两边出来先来较平平安尼吼，啊迄个形安尼，啊开始。迄个是烧盐啦吼，啊，为的是较先等落去迄个盐水内底去浸，总共一句，迄盐入味了后的时阵，才开始来挂淡迄个叫做德国车顶啊吼，来即个拍日，拍一两日啊，有诶拍到3工嘛有安尼吼，才变做一个沙目鱼干安尼。
用法是一种沙白鱼的食法就对了吼。拍打的沙白鱼，有咱放袂落的记忆，互阮对你找找思念的伊。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惠阳老师写诗，卢英忠老师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